阿婆在打啥子我打个都拿，可能点我还是还不知道嘞。哎，不就光在外头。我去打他的问题。哎，打了。那多少钱？那就大概给他杀开了。打到那个大路啊，打前面拉上嘛。咱自己捞下去咯。那就大概给他杀开了。我拿头发都是白黑。我给他电话把来打了。你就不买给他。你不晓得的。哦。拿头发到了，没到这弄。哎，到这去，加么没啥。打不来，来了，拉上来的。电话没喂。他在口味。阿婆啥不垃圾宝贝呀？好苦味嘞，我宝贝啥么吃的？买给要做咯。哦，做咯你呗。他阿两边不来咋都这个呗。还有。对吼。我弄惯了，那我。对哈，我哪里都不在瞧瞧。来呀。OK。阿婆那开好的前面啦。那开好的得铺那前面啦。我一年啊，那就。我记得那开嘛一年的。没去看片吧？啊，别这个那边了。开了地叫那就嘛，别那的包。你要在哪里？我到这呀，我买大车子呀，呀来着。好，哎，我打车几百家，几百个那个。哎呀妈，好了，咕噜，这个，这个给进了，好了，够了。